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感谢主，互咱搁组织三个来敬拜伊。即时请咱灭倒，开始今仔日的礼拜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伫主日的早起时，互上帝互咱搁三个组织来敬拜伊。伫圣经以赛亚书第6章第3节记载讲：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万军的耶和华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启示录第4章第8节：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主上帝全能的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。将来也永远伫地。在咱做伙开声来学乐全能的大主宰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全能大主宰。咱着坐声唱歌，学乐主耶和华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将你天地教下，学乐上帝。尊之冠之大，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万姓拢敬拜，免流降阮尊荣，奉献你宝座前。千千万万天君，每日学乐敬尊，出声感谢耶，愿上帝大恩。咱来念第3节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全地大主宰，万民大声吟诗，学乐上帝慈悲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尊严高万世代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咱所信的上帝是全能的大主宰，咱着坐声唱歌，学乐主耶和华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全能大主宰。咱着坐声唱歌，学乐主耶和华。
声讲声耶，愿上帝大运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全地大自在，万民大声吟诗，阿乐上帝慈悲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尊严高万世代，托勒上为是，多一大自在。阿勒上为是，多一大自在。请咱同齐起立来拍手，用欢喜的心来学乐，将学乐荣光拢归予伊。我学乐，我学乐天白，世间圣行讲世。就是耶稣替我死，那个我就天，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是我心所愿。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你的高永我学了，我学了天白，世间圣行讲世，就是耶稣替我死，那个我就天，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是我心所愿。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你的高永我。我学了救主，就是我无悔事。就是真理的相信，要讲我我是，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是我心所愿。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你的高永我。我学了相信，让我靠主清醒，用尽跑走无弯道，到天堂我到。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是我心所愿。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你的高永我。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是我心所愿。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直直到永远。咱个对头，咱来念一届。我学了，我学了天白，世间圣行讲世，耶稣替我死，那个我就天。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是我心所愿。福气冠顶永远归主，你的高永我。我学了救主。
感谢主，咱就奉阿声献咯，主，请坐。耶稣爱咱活倒转，亲像细汉囡仔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天国是安尼的人，单纯喜乐，单纯顺服，谦卑对主行。耶稣真疼咱。耶稣疼我，我知影。耶稣疼我，我知影。耶稣疼我，我知影。耶稣疼我。耶稣疼我，我知明，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的救有体恤。耶稣疼我，我知明，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的救有体恤。主耶稣疼我。主耶稣疼我，主耶稣疼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主耶稣疼我，主耶稣疼我，主耶稣疼我。主耶稣疼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风对倒位来，心情啥人知？耶稣。你疼我，这事我知影。好声是会落，啥人通我靠？耶稣，你疼我，我一生我若孤单无伴，你的话充满。我若无路通行，你做我牧者。我爱亲近你，照你的旨意。耶稣，你疼我，互你来引风对倒位来，心情啥人知？耶稣，你疼我，这事我知影。好声是会落，啥人通我靠？耶稣，你疼
我无伴，我若孤单无伴，你的话充满。我若无路通行，你做我无遮。我爱亲近你，照你的旨意。耶稣，你听我，互你来引带。耶稣听我，耶稣，你听我，互你来引带。咱搁讲耶稣，耶稣，你听我，互你来引带。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全能的大主宰，你是至尊至大的主，你的性命牵定我学乐尊重。你使圣神感动阮逐人的心，互阮同齐用喜乐的心，相合来学乐你。当阮心灵孤单的时阵，你亲像朋友陪伴，安慰阮的心。人生中常常有料想袂到的代志发生，但是你是阮的大牧者，引带阮行伫正直的道路。你的话语要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求你即时，互阮的心安静，互阮会通领受你话语中的奥妙甲教示。求主引带，安尼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我就份耶和华跪拜至高上帝，着用什么啊？人啊，伊捌只是你什么时好？耶和华爱你什么，就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，甲你的上帝三角行。只是咱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，神圣诗第9首，万有三角自集欢喜。神圣诗第9首，万有三角自集欢喜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
咱议员徛地，咱做伙来共读主祷文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灵，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地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这是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语，记载伫启应文25篇，诗篇103篇。这是咱三甲来启应，这是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，伊用逐款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。上帝执行公义，上主有慈悲有仁爱，伊袂久长责备，伊袂照咱的罪过处罚咱。天离开地有哪悬？东离开西有遐远？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？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。人咧，因的性命亲像草，风一个吹就消失。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，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。恁拢着称赞上主，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使啊！受伊掌权伫逐所在的被造物啦！我的心神啊，着呵乐。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。今仔日所献的诗歌是伫这荣耀日子呵乐主。
是我要来分享今仔日的经文，记载伫旧约圣经约拿书1章第1节到第3节，甲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这是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。约拿书第1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囝约拿讲：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，出声警戒因，因为因的罪恶透到我面前。第3节，若是约拿起来，爱行去他施闪避耶和华，落去约帕，拄着一只船，要去他施，伊就互伊船税搭迄只船，要甲因去他施闪避耶和华。约拿书第3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话第2届临到约拿讲：你起来，去尼尼微迄个大城，我所命令你传的，你传互伊。约拿就照耶和华的话起来，去尼尼微。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要行3日才会到。第4节，约拿入城起身行1日的路，传讲，过40日，尼尼微要倒坏。尼尼微人信上帝，就宣布禁止，对大甲细拢穿麻衫。这个消息传到互尼尼微王听去，伊就对伊的座位起来，脱伊的礼服穿麻，坐伫恢复。第7节，搁出告示，照王甲贵族的命令，传互尼尼微通城讲：人甲精生、牛群、羊群，拢毋通食，毋通啉水，连试看也毋通。人甲精生拢着穿麻，大声求叫上帝。逐人也着离开伊的歹路，甲伊的手所做的强暴。第9节，检采上帝灰心等伊，挽回伊的大受气，互咱无灭无也敢。第10节，对安尼，上帝看因的行做，有离开因的歹路，上帝就退回伊所讲，要降互因的灾祸，也无降落。以上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语的人。只是咱要来邀请林小荣牧师来敬道，伊今仔所要敬道的题目是比海搁较深的灵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感谢主，互我能过第2摆来到大桥教会，甲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牧师用约拿书这本册，甲大家来分享。如果牧师来问大家，如果你若用一句话来形容约拿书，你会想到啥物？约拿书就短4章尔。那用一句话你来形容，你会想到啥物？你会讲安怎？有人会想讲迄只大鱼，对无？这应该是咱对自细汉主日学所教示的。但是圣经只有记载大只鱼，不是金鱼哦。吼，有人可能会想到一个新野，因为这约拿去互这大只鱼食了后，3暝3日，计人活，计人活，计人互这只鱼吐出来，然后计人生存。可能嘛人想讲，会想到这尼尼微城的人会悔改。全城的人悔改，但是当牧师搁一摆看约拿书的时阵，我发现这本册真正的主角，毋是迄只大鱼啊，嘛毋是迄群尼尼微城的迄群人啊，反倒是一位不断地挽回人的上帝。规本册内面有2个行迷路的人啊，第一个就是离上帝足远的尼尼微人，另外一个呢是徛伫上帝边仔，但是却无明白上帝心意的约拿。约拿伊的身份是啥物？先知。但是就伫这时间，上帝当这时在超找因啊。上帝怜悯尼尼微城的人，上帝也怜悯约拿。所以因为安尼，约拿书真正的主题，毋是迄只鱼有偌大，嘛毋是迄只鱼到底敢是金鱼还是鲨鱼，是
上帝的灵命有偌深嘛？咱先来看，约拿伊是对一国的先知，北国以色列的先知。圣经记载讲，伊是啥物人的囝？阿米泰的囝。伫列王记下卷嘛有记载哦，约拿捌伫北国以色列王即个耶罗波安二世的即个时期，伫即个时阵做先知咧服侍。约拿伊捌预言讲以色列将来要收回失去的遮个土地，所以约拿毋是一个失败的先知啊，反倒伊是真受到肯定的先知。但是真趣味的是，约拿即个名伊的原文是啥物意思？恁敢知？鸽子。伊的原文是鸽子的意思。伫圣经内面，即个鸽子常常代表啥物？和平，代表毋忘，代表上帝的灵命。就亲像即个那洪水了后，透过啥物？透过即个钱仔带来新的毋忘。但是咱对历史的背景来看，约拿大部分服侍的即个时期，伫主前第8世纪的时阵，也就是北国以色列也未互亚述帝国来灭亡的时阵，也未。所以上帝所差遣伊前往的即个尼尼微城，拄啊好就是亚述帝国的啥物首都啊，足重要一个城市啊。即个尼尼微城伫当时足出名的，有一个代志足出名的，大家敢知影？啥物足出名？残暴最出名。残暴最出名，为什么？因为伫历史记载，亚述人常常用足残酷的方式来对待战争战赢了后所掠回来遮个奴隶，用足残酷的方式来对待因啊。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亚述毋是普通的一个外邦的民众尔，毋是普通的外邦人，是对因来讲是啥物？威胁着因国家生存的敌人啊！仇敌，所以照理来讲，即个名做正的即个先知，应该是真做传播上帝稳定甲和平的人。但是约拿书却互咱看见一个真强烈的一个无共款的画面啊！上帝爱约拿去倒尼尼微城对无？去讲啥物？讲悔改拯救的信息啊！但是约拿安那？伊选择来得闪，上帝爱伊诚做和平的使者，伊却毋茫安怎？即个敌人爱受着审判。上帝毋茫透过伊来宣讲上帝的灵命，但是约拿却希望看见即群人，约拿毋茫上帝来降临灾祸伫即群人的心上，全部拢爱灭无啊！这也是约拿书上深的提醒。一个人的身份，无代表伊的性命；一个人明捌上帝，无代表伊拥有上帝的心嘛。虽然约拿是上帝的先知，伊的名是子啊，是和平，但是约拿甚至知影，伊甚至知影上帝是有稳定、有灵命的上帝，伫第4章会当看见，但是伊犹原无法度接受啊！伊无法度接受啥物？伊无法度接受上帝既然愿意去听因的对敌啊，所以约拿得闪，毋是因为惊尼尼微城的人，伊毋是惊，真正互伊惊的是上帝的稳定。所以伫第4章嘛有讲到约拿内心真正的想法，伊讲啥物？我知影你是有稳定、有灵命的上帝，无容易生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所以，让咱看见约拿毋是无认捌上帝，反倒等伊安怎？伊是足认捌上帝。伊知影上帝可能会赦免尼尼微城的人，伊嘛知影上帝会互这对敌第2摆机会，伊嘛知影上帝慈爱会当可能会临到遮伊认为无适合的人的心上。所以约拿伊选择来得闪，伊即个得闪。毋是在得闪上帝所差派互伊的使命啊！伊在得闪的是啥物？即位灵命的上帝。因为我知你是灵命的上帝，所以我要得闪，我要走。真侪时阵，咱嘛亲像约拿共款，咱毋茫上帝照咱的标准来降落稳定，
咱愿意上帝疼咱，但是无一定愿意上帝疼遐伤害咱的人。咱愿意上帝赦免咱的罪，但是却无一定愿意上帝赦免咱的对敌。约拿书第1章，互咱看见人的偏见有偌尔深，上帝的怜悯有就偌尔深。所以当上帝疼遐咱认为无可爱的人的时阵，咱敢愿意接受上帝的心意？这就是上帝的心肠啊！所以当约拿伊选择得胜的时阵，伊也准讲伊家己会当离开上帝的计划。伊也准讲，只要我走了够远，我跑得够远，就当安怎会当闪避上帝的呼召啊！所以伊往什么所在去？他施。伊买船票往即个他施迄个所在去。他施即个所在伫即个地中海的另外一端。如果尼尼微城伫东边，那安尼他施就伫西边。伊就想讲，我当走偌远就走偌远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换另外一句话讲，就是约拿毋是走另外一个城市尔，伊是完全无共款的方向来得胜。伊毋是咧拒绝上帝哦，伊是挑故意咧闪避上帝。伫现代中文日本的即个圣经翻译有讲一句话，伊讲他想逃到哪里就可以远离上主了。即句话来形容，说属是先知嘛有对上帝的明白有毋对的所在啊。伫诗篇139篇嘛讲到，人敢有可能会当得胜上帝咧？我往哪里去才能躲开你呢？我到哪里去才能躲避你呢？我上了天，你一定在那里；我潜伏阴间，你也在那里。所以，伊是上帝的奴仆先知，可见伊对上帝的明白嘛有淡薄错误。所以，另外一个方面来看，亚述这个国家，因毋是亲像以色列人，因是无明白上帝。去传讲上帝的信息，因敢会听？因可能无听过上帝这位神啊。所以，若比较第4章第2节到第3节所记载来看，约拿拒绝的主要的原因，就是伊知影上帝的意思，并毋是真正要消灭尼尼微城的人，反倒是安怎？是要甲因提醒，是要甲因警告，互因知影赶紧来悔改。赶紧来相信上帝，所以约拿的态度就是无想要互尼尼微城的人有安尼机会啊！凭啥物？伫伊的想法内面，只有安怎戆的才会互对敌有机会悔改啊！巧人是安怎不但袂互对敌有机会悔改，反倒会安怎故意制造即个冤仇人掠上帝更加侪的生气。这是约拿伊的心嘛，互上帝早一日甲因消灭。其实约拿的心安尼啊，伊的心肠就是安尼啊。这是咱一般人的想法，但是上帝的想法往往甲咱所想的无共款。就像伫以赛亚书55章，以赛亚所讲的，上主说：“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。”人在想的，拢是先考虑家己的利益是啥物，我会当得到啥物利益。但是上帝却毋是安尼，伊总是怜悯人因为犯罪所带来的苦难，毋望会当减少人犯罪的可能性，所以一摆搁一摆设法，互人有悔改的机会，这是上帝的心。所以当约拿拼性命往他施迄个方向走去的时阵，上帝却安怎？一步拢无离开伊啊！第1章内面出现一个真重要的动词，讲啥物？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。约拿想要离开上帝，但是上帝主动来进入伊的生命内面。上帝毋是要毁灭伊，上帝是要挽回约拿。上帝的怜悯出现伫啥物所在？风影当中啊！头先讲的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。上帝出现伫这个风影内面，侪时阵，咱读着这节经文的时阵，咱会
会想象啥物啊？即个封印是上帝的管教，是上帝的处罚。我想这是无毋对的，但是咱若对规本册来看，即个封印其实是上帝的恩典。如果若无有即个封印，约拿就安那？伊其实就成功就走去安尼。如果若无即个封印，约拿就永远离开上帝的旨意啊，就走去啊。如果若无上帝的主动，约拿一路会往啥物所在去？灭亡的所在去。如果咱若详细看第1章，你会发现作者真真刁过伊讲一个词，下去。他下到约帕，他下到船舱，他下到他斯，他下到那个鱼的里面，他下到海中，下到深渊里面。伫第2章，伊的祈祷内面嘛有安尼讲。这个不只是一个地理的位置尔，更加是安那属灵眼光的一个描写。一个闪避上帝的人，生命总是会安怎不断下骹来沉落去，来离开上帝，将来毋是自由的代表。离开上帝是安怎？是失去生命的方向啊！所以当约拿沉到上深的所在的时阵，上帝的灵命已经就伫遐咧等候伊啊。上帝无放弃约拿即位伊的心内有真深的即个受罚的先知啊。迄位无愿意别人接受着恩典的约拿，伊家己伫迄个时阵在经历啥物？经历恩典。伊无想要互人，无想要互尼尼微城的人得到灵命，但是伫迄个时阵，伊却在经历着上帝的灵命。所以，伊伫第2章伫大鱼的腹肚内面的祈祷，伫第2章全部是伊的感恩的祈祷啊！伊总算明白，家己会当活地是因为上帝灵命，家己会当重新开始是因为上帝无放弃伊。所以，伊总共约拿书4章当中，这嘛是咱今仔日的根据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这是伊的祈祷上落尾的结论啊！所以当约拿总算明白家己是一个蒙恩的人的时阵，上帝安那第2遍呼召约拿。上帝永远无放弃这位表面看起来是失败的先知，互约拿第2遍机会，嘛互尼尼微城的人第2遍悔改的机会。结果约拿所烦恼的代志安怎？真正发生啊！发生啥物代志？规城的人拢悔改啊！所以对今仔日的咱来讲，这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，理所当然的代志嘛。伊听到悔改的消息，全部的人悔改。但是对当时的约拿来讲，这是基本上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啊！因为尼尼微城毋是普通的城市，伊是亚述帝国的代表，是暴力的即个代表。是残暴的代表，是罪恶的代表。如果若用今仔日的话来讲，尼尼微城就是当时所有以色列人上无愿意看见有恩典的所在。所以，但是上帝偏偏就把恩典带到迄个所在。约拿其实伊虽望答应上帝去传信息啦，但是会当想象，迄个西信地囡仔。你叫伊去做啥物代志？伊虽望有足大无愿意，但是伊知影你是伊的爸爸妈妈，你是伊的阿公阿嬷，所以伊必须爱去。约拿就是这个心情。上帝，你叫我去，所以我去。所以伊去了后，伊基本上伊只有讲一句话尔：再等40日，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。伊是凊彩讲的哦。伊的迄个心就是讲，恁要听就听，恁要信就信，故在令。非得吼，我已经上帝叫我来讲啊，我已经来讲啊。过40天，即个尼尼微城就要灭亡啊！这一句话，伊去遐先知，伊无行任何的生意，伊嘛无行任何医治，伊嘛无开啥物报道会，
嘛无功德，拢无，嘛无敬拜俄勒，甚至无伊即句话当中，甚至无讲到啥物，上帝要赦免。结果反倒安怎？规城的人悔改啊！就因为短短一句话，圣经讲啥物？对国王到啥物？百姓全部的人拢悔改，拢谦卑伫上帝的面前，甚至讲啥物？国王离开伊的宝座，褪落去伊的啥物？伊这王袍，然后穿起即个麻衫，坐在会当中，在面悔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规本册上不可思议的地方啊！毋是因为约拿讲了足好啊，约拿讲的短短一句话，我即篇讲道篇拢比伊长。迄是因为上帝已经伫迄个所在伫做工啊。真侪时阵，咱掠准讲是咱甲人带到上帝面前，其实往往是上帝早已经伫人的心内面伫动工啊。咱只是拄好参与着上帝的工作，所以约拿看见的是满城的罪人啊，但是上帝看见的是啥物？满城愿意悔改的性命。这就是约拿甲上帝的眼光上大的差别。约拿看见尼尼微城的人的过去，偌尼啊邪恶，偌尼啊恐怖伤害遮尔侪人。但是上帝看见即群尼尼微城的人的未来，看见因愿意悔改，看见因愿意活得转听见上帝的信息。所以兄弟，咱人真容易用过去来定义一个人啊，但是上帝却常常用未来来看待咱每一个人。咱人的习惯拢会讲啊，伊就是安尼啊，伊无可能改变啊，伊无救啊啦。即个信息互伊吼，伊袂悔改啦。但是上帝从来毋是安尼咧看待咱的，因为福音本来是互无毋茫的人，恩典本来就是互啥物人？不配的人，就是咱。所以第三章最后讲，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，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。这才紧赞，毋是讲上帝改变心意啊，是咧互咱看见上帝真正的心意。约拿一直也准讲，上帝派伊去宣告即个灭亡的消息，但是上帝其实派伊去讲啥物？讲毋茫的消息啦。约拿也准讲家己是审判的使者，但是上帝爱伊诚做灵敏的使者。所以如果约拿书那故事若停伫遮，第三章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， 完美的大复兴的故事，对无？失丧的灵魂得到救，罪恶的城市来悔改，先知完成使命，一切拢真圆满。若停伫第三章真好，但是却毋是安尼。伫第四章一开始出现一句互人真着惊的话啊，讲啥物？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。伫到即个所在，咱才发现第三章上大的新业，毋是尼尼微城的人悔改，是上帝灵敏既然大到即个地步啊，连约拿上无愿意赦免的人，上帝拢愿意互因机会。所以当约拿伫即个大鱼的腹内底祈祷的时阵，伊讲出规本册上重要一句话，伊讲啥物？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，我必偿还。救恩出于耶和华。当时的约拿可能阁无完全明白即句话的重量是怎样，但是当咱读了规本约拿书了后，才发现即句话其实是上帝互规本约拿书的唯一的答案。约拿书真正的问题，从来拢毋是尼尼微城的人是毋是有得到赦免，反倒是也是讲上有权来决定救恩属伫啥物人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约拿毋茫上帝照伊的意思来施恩啊，这是约拿伊的心情啊。
但是上帝照伊家己主权来怜悯、来施恩。约拿伊毋望上帝只有疼啥物家己人。阮是以色列，你的选民，你爱疼阮就好啊。这罪人拢爱一概拢爱除恶掉，但是上帝却疼伊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。所以到第四章最后，上帝无甲约拿在辩论啦，上帝嘛无约拿来解说。其实上帝真正关心的对象是啥物人？是约拿。当全城欢喜悔改的时阵，约拿却安那真生气啊！伊生气讲啥物？伊就讲迄句话。若翻做咱今仔日的话，就伊是甲上帝生气讲：你看吧，我就说吧，我就说你是有恩典的上帝，你是有怜悯的上帝。如果我去传讲悔改的消息，这群人就一定会悔改，你就不会把灾祸降给他们了。你看吧，我早就跟你说了。咱用即摆话，伊是在对上帝讲一句话呢，真好打。所以，但是上帝无甲伊辩论即个问题啊。当上帝在实行怜悯的时阵，约拿却甲上帝讲啥物？求死，你互我死死就好啊！伫第四章。因为上帝所做的代志，彻底挑战伊的价值观呐。约拿一直抓准讲，有人会堪得会当配着即个恩典，有人是袂不配的。有的人是值得互人来听，其他有的人只有啥物接受审判。但是上帝的怜悯超越人的界线。对安尼，上帝透过一丛树。蓖麻树，约拿提出最后的问题，上帝甲伊讲啥物？你爱惜一棵树，我岂不爱惜12万个生命吗？规本册就停伫遮。约拿书第4章就停伫上帝问的即个问题，用无煞只无约拿的回答，无即本册故事的即个结局，因为上帝真正要回答的对象。不只是约拿，嘛是啥物人？咱每一位上帝的门徒啊！因为上帝真正爱约拿明白的，毋是尼尼米城的人的问题，伊爱约拿了解是啥物？我的心意是啥物啊？我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上帝不只是拯救尼尼米城的人，上帝嘛拯救约拿，嘛在拯救现主是今仔日听到。约拿书的咱，因为阮有时会亲像尼尼米城的人共款离开上帝，有时佫会亲像约拿共款倚近上帝，但是却无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有时咱陷落伫罪恶当中，陷落伫咱的骄傲，咱的生命需要得到赦免，嘛得到改变。所以当咱读约拿书的时阵，咱其实看见福音的影。互咱看见上帝愿意互罪人机会，愿意互失败的人机会，愿意互悖逆的人机会，互咱真正互这一切变做可能的，毋是因为上帝无看重即个罪恶啊，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亲自承担罪的代价。约拿捌落到即个侵害当中，但是耶稣基督咧，却安那进入死亡内面。约拿伫大鱼腹肚几工，3暝3日；基督伫坟墓死亡内面3暝3日。约拿互上帝救回来，继续即个尼尼米城来传讲悔改的信息。耶稣基督对死过活，全国的万民来宣告救恩的信息。所以约拿书的最后，互咱看见，毋是一位失败的先知，互咱看见的是一位有怜悯的上帝。伊的怜悯深到一个地步，是愿意来去约即个想要得胜的约拿。上帝的怜悯在约即个约拿，伊愿意等待悔改的尼尼米城的人，更加愿意找见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超找失丧的灵魂。
所以约拿书到最后无记载约拿安怎回答上帝，因为作者伫即个所在挑故意留一个答案，互咱每一位门徒啊。今仔日上帝共款咧问咱每一个，当上帝听去听你认为无可爱的人的时阵，你敢愿意接受？当上帝赦免遐你认为不配的人的时阵，你敢愿意接受？当上帝怜悯超过你的标准的时阵，你敢愿意降服？用那最后所讲的迄句话，不只是伊的见证啊，嘛是咱今仔日的宣告：救恩出自耶和华。因为救恩毋是咱人的决定，恩典毋是咱人去分配，怜悯嘛毋是咱去赚来，是迄位疼世间人的上帝白白收赐的恩典。这就是福音嘛，就是迄位比海更较深有怜悯的上帝。愿上帝帮助咱，透过今仔日约拿书，搁一摆来，互咱有安尼的信仰的思考，搁一摆，互咱会当搁较侪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有上帝的心肠伫咱生命当中。咱三甲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主，感谢你，互咱搁一摆伫上帝你的圣殿来领受上帝你智慧的话语，互阮会当透过约拿书的这本册，透过咱大家人的分享，会当更加明白上帝你的心意。主啊，阮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，有时咱就亲像约拿共款，阮逐礼拜来教会，逐礼拜敬拜你，逐礼拜服侍你，就亲像约拿甲你好亲像足亲近安尼。但是有时侪时阵，阮却无明白上帝你的心意。求上帝你赦免，嘛求上帝你施恩怜悯，来引带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伫阮甲上帝你之间的关系，会有上帝的信心的引带，互阮会当哪来哪认捌你，哪来听你，互阮伫服侍当中会当来看见上帝你的心意，嘛伫阮的工作，伫阮的课业，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生活，伫阮的每一个所在，会当看见上帝你的恩典，看见上帝你的怜悯。阮擱一摆将众人交托伫上帝你的施恩的信手，愿上帝你看顾保守。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这是咱的回应诗，圣诗543首，我爱学主的款式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。这是咱准备心来做奉献。请起立。咱做伙来坐念奉献宣告基督文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享受甲收获的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于你面前。求主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卫心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。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。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，请咱大家先开周报。第一点，本主日感谢林小荣牧师来本会证道，分享主的话语，愿咱伫主的话语中得到启示、甲激励、关注纪念、甲祝福。第二点，台中会事务部伫今仔日下晡2点甲3点举行教会法规甲议事录书写研习会，地点是伫大湾教会。今仔日由我甲长恩执事来参加吼。第3点，台中会教育部甲普世小组伫6月26拜5下晡2点半举办混合部会，从逼迫看上帝国度的得胜专讲。讲师是傅西秋牧师，地点是太平境教会巴克咧厅。第4点，最重要，本会伫7月14拜六下晡2点半到6点半举办亲子音乐体验营，地点是东桥东桥里活动中心。对象是迄个升国小2年级到国小6年级。他每一组的费用是200块，就是一个家长加一个囡仔吼。那我们的名额是30组，到目前报名为止93组，请邀请大家兄弟会当为着即届的社区活动来宣传、带导甲奉献，最重要。谢谢大家。咱奉献的部分吼，也请咱家己来注意。如果有问题，请咱会计部来更正。然后咱即摆来读本周的金句，约拿书2章9节，台语咱来读。总是我要用感恩的声做献祭予你，成我下愿。
经久出抵耶和华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必偿还。救恩出于耶和华。约拿书2章9节。那这时是讲道的时间，我要邀请咱兄弟做伙为着教会，为着咱家己勇敢认罪悔改来祈祷。照今仔日的经文所领受，拯救出自耶和华，愿咱同心甲主同行。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至圣至尊的天父上帝，圣的主日，我用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感恩的心。有一份感动刺插着我的心，也惊醒了我的心思意念。感谢你，借着先知约拿书向阮讲话，提醒阮，你是一位满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无快快受气。充满着比海搁较深的怜悯，恩典的主上帝啊，求你帮助大家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拢会当听到你的呼召，顺服伫你的带领，赏赐阮勇气，面对教会的服侍、传福音、关怀人的使命的时，拢无推辞，嘛无相撇，还是勇敢。就照耶和华的话起来，勇敢来回应你的祈恳甲呼召。哈利路亚！主圣灵，求你除去阮无好的念头甲论断人的态度，帮助阮学习用你的眼光来看人，用你的听来彼此接纳，互教会充满着恩典甲怜悯的所在。帮助阮会记一勇敢的功课，学习。关心上帝所关心的、所交托的事，哈利路亚！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补充报告，谢省长。兄弟平安。今仔经感谢林牧师来咱中间吼，今仔日第2届来吼，欢迎你吼希望咱阁有机会你来阮教会讲道吼。来，第2项是咱的小会长了啦，吼特别爱讲吼，因的孙仔真平安，叫做雨辰吼，是不是小米酒？吼，叫迄个老二的雨辰，就是小米酒的妹妹吼，真平安。虽然是剖腹来讲吼，但是真平顺，感谢主吼。第3咱的牧长老吼，伊迄天吼，做哩我形容我惊一个啦。伊讲身体无爽快，礼拜6昨尔，是安怎？血压悬啦，血压悬哦。所以咱来年终者。咱时常爱注意咱家己的身体的状况，然后状况吼，咱会当互相关心，互相你嘛会当伫小组来讲起你的身体状况安怎，互阮知吼。我真感谢，因为阮的小组有诶老状况，伊拢会讲吼，咱互相带导，互相关心吼。来，咱第4点吼，就是咱后季的服侍的当工吼，咱的顺序表。咱后季的服侍表已经出来啊！你若感觉时间未拄好，咱会当私底下咱来调换吼。即个服侍是爱咱逐个人出于甘心乐意。虽然咱暂时无牧者，但是咱更加爱同心，互咱的教会更加团结，互咱的教会感觉较有气力，互咱的教会的福音甲逐个心拢爱连结在做伙吼。我报告到遮。
上营圣诗390首，俄勒天父万福本还，임시说，咱请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天父上帝，阮搁一摆将众人交托伫上帝你施恩的圣手，愿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感动甲引带，甲阮众人三角之地，对即世代到万世代，永永远远。阿门。